第22章第1節。這代志以後，上帝賜亞伯拉罕，叫伊講：亞伯拉罕，伊應講：我佇遮。上帝講：你帶你的囝，就是你獨生的囝，你所疼的以撒，去摩利亞的地。我所要指示你的山，佇遐將伊獻做燒祭。亞伯拉罕透早起來，備辦驢，帶伊的兩個少年人，甲伊的囝以撒，也破燒祭的柴，就起身去上帝所指示伊的地。到第3日，亞伯拉罕行目遠遠看迄個所在。亞伯拉罕對伊的少年人講：恁甲驢踮遮聽候，我甲囡仔去遐敬拜，就倒來恁遮。亞伯拉罕將燒祭的柴下佇伊的囝以撒的身上，家己的手夾火甲刀，對迄碟兩人三甲行。以撒甲伊的老爸亞伯拉罕講：爸啊！伊講：我的囝，我佇遮。伊講：你看，火甲柴攏有，總是燒祭的羊仔佇打落。亞伯拉罕講：我的囝，上帝要家己備辦燒祭的羊仔，對迄點兩人三甲行。因到上帝指示伊的所在，亞伯拉罕佇遐起壇，將柴擺好，把伊的囝以撒下佇壇裡的柴頂。第10節，亞伯拉罕就伸手夾刀，要殺伊的囝。耶和華的使者對天叫伊講：亞伯拉罕，亞伯拉罕！伊應講：我佇遮。使者講：你毋通佇這個囡仔的身上下手，也毋通對伊怎樣做，因為我膽知你是敬畏上帝，也無將你的囝，就是你獨生的，留地毋互我。亞伯拉罕夾目看見後面有一隻羊羔，甲甜佇規坡的樹仔。亞伯拉罕就去掠迄隻羊羔來，獻做燒祭，來替伊的囝。亞伯拉罕命迄個所在叫耶和華以勒，到今仔日人還在講，佇耶和華的山要備辦。耶和華的使者第2擺對天叫亞伯拉罕講：耶和華講，你已經行這個事，無留你的囝，就是你獨生的囝。我就記家己咒詛講：我賜福要賜福你，加添要加添你的後裔，親像天頂的星，海邊的沙。你後裔要得到這會對得的關愛，閣地上萬邦要因為你的後裔得到福氣，因為你聽談我的話。對迄碟亞伯拉罕倒來伊遐少年人遐，因就三甲起身去別是巴，亞伯拉罕就踮佇別是巴。第20節，這代志了後，有人甲亞伯拉罕講：密加甲你的小弟拿福生囝，大個烏斯，小弟布斯，甲亞蘭的老爸基摩利，甲基色、哈瑟、必達、益納、比托利。比托利生利別家，這8人攏是密加甲亞伯拉罕的小弟拿福生的。拿福的細姨名流瑪，生提拔、加含、他哈、甲瑪加。